首先啦，因為本身呢個 additional day 咧，我會加咗其他嘅項目俾自己嘅學生。咁如果你話係啱插到呢一個影片，跟住又想陪練嘅話咧，咁有啲地方唔同咧，唔會覺得出奇嘅，因為係加咗一啲左手嘅部分。好啦，呢、個 group one， 1、2、3、4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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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記得直至最後個 middle C 唔好放開隻手指公啦。1、2、3、4。左手一樣，唔好放開手指公 middle C 啦。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。